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10月15公视台记台 AM 新闻，我是苏薇。咱先来关心今仔日的新闻重点。高雄城中城大火洪看到会惊画面天光，上新的消息，两个案件有关联的侦判，一个升压，一个6万块交保。台湾当阳争取要代理德国 BNT 疫苗无成功，外界质疑甲内线交易有关系，检调今日去敲当阳总部约谈26个人。美国前总统克林顿因为泌尿系统感染，互紧急送病院。病院讲，伊即摆精神状况真好，会继续待伊观察。新闻头起先来关心高雄城中城大火后续情形。今日过昼，警方甲公务单位陪住户倒去大楼内底摕物件，一寡风看到的心惊胆吓画面嘛对咧现光。这场火下，目前也无排除是人为放火的。两家案件有关联的民众互列做被告，伫咧地检署侦讯。根据大只上新的消息，这对侦判姓黄的查某人洪升压，姓郭的查某人以6万块交保。行伫走廊，火烧分裂，看到原来地板湿地，楼梯间更加看到有火烧分裂。厝内家具甲已经内底地砖相关拢烧甲乌去，就烧得乱七八糟啊，就很惨啦。1楼、2楼楼梯有堆东西，3楼以上没什么东西。大火第3天，市府开放民众在警察甲公务局人员陪同下重回火场提回财物。这4人的头家就是为了帮助火灾内底受伤，人才伫咧监护病房救治的员工摕手机啊甲财物。伊讲行过1、2楼，确实有袂少物件贴伫遐，行过困难。大楼内底状况无啥好，而住伫内底住户也向政府来呼吁。希望说我们的大楼应该能够快修法，修法，然后让我们这些住户大家能够安心的住在这里。住户希望有一个安全的厝，市府则是暗时也请专业的技师入去内底鉴定，初步判定无安全的问题。目前这个建筑物经过勘查是没有立即倒塌的这个危险，以后是不是会做更详细的检查？那可能要视情况而定。这场大火造成46人死亡，消防局检判是因为装潢大部分是木材，加上玻璃帷幕。烟雾四界走，佮拄到住户大部分是60岁老人，造成袂少人互高烟来砸死。检察官也来到现场来勘查，含香粉来驱蚊虫，但是这个研判有可能是会导致闷烧，进而有这个火警的发生的情形。火灾所在可能伫咧高档的第2行后壁，寄住伫内底姓黄甲姓郭情侣，疑似迄天无甲香炉内底火炮熄引爆加速管，引发火灾。2个人讲话也变来变去，早起被移往高雄地检署来询问。本局建议朝修法的方式，才强制成立管理委员会。市府已经调集11人独立行政调查小组，会聘任建筑、消防、法律专业的户外学者加入，向3大面向来调查，完整来调查责任的归属，追究行政的责任，并且检讨现行的法令。记者综合报道。昨日一场火灾造成46个人死亡，41个人受伤，其中有44个死者身份已经确定啊。市长陈其迈今仔早起就去殡仪馆慰问死者家属，嘛去病院看受伤的民众。市长就表示，市政府会尽全力斗处理医疗甲后事的问题，无厝通转去的灾民嘛，甲因斗找大的所在，袂闪避责任。家属伫社会局这个单位带来到殡仪馆办理相关程序，被指认罹难者的亲属。高雄城中城大楼则是透早发生火灾，造成46个人死亡。经过检察官透明相验，目前有44个人确认身份。15早起，家属也陆续予人通知到场指认。已经有25位的这个身份家属已经指认，那剩下还有21位，那21位。其中的19位，那有常去到指纹，也方便于指认。那另外有2位，可能我们要用其他的方式。城中城大火造成46个死亡，41个受伤，是台湾这几年史上上严重的火灾事故。市长陈其迈先到殡仪馆慰问家属，搁到病院探视伤患，互人问起是不是爱为这起事故负责。陈其迈后定深切的反省，我也不会回避我的责任。除了死伤住户，因为大楼烧甲规乌糟糟，佮加上检验这2天还搁咧做相关的相验，幸运逃走出来住户有部分社会局安排带入去旅馆，会搁做相关的处理。目前我们掌握有22户，是疫情的一些名单。那这些名单我们都会陆续跟当事人做联络，也了解他们现在的一些需求。
城中城袂少住户是弱势民众，也是较侪岁长辈。事故发生了后，一寡热心的民众拢表示想要帮助住户。市政府也为城中城大会开设捐款小户，到时阵拢会用伫灾民相关的需求。记者综合报道。城中城大会引起大家去注意到旧大楼的消防问题。高雄市长陈其迈就下令，稽查市内34栋无管理委员会商业客家混合大楼。今日下晡，市府的相关单位就查到盐埕区有2栋40年以上的大楼，伊的污水系统各样，消防门嘛关不起来，结果会造成严重问题的消防问题。来到盐埕，这栋超过40年的大楼，对电梯行出来，电火真暗，有的天棚已经落落来，这一间一间拢是套房，真济已经无人住。有人住。这栋大楼原本200多户，即马剩20户，大部分是独居。大楼因为无收管理费，是靠基地台租金来维持。主委表示，大楼虽然旧，基本的消防设施拢有，当年嘛通过检查，即马听到城中城大火，嘛会紧张。我们其实会很紧张啊，我们很紧张，所以我们这2天有在要求讲，恁内底电线老旧的，尤其是延长线的部分，我们会加以宣导。延长线的部分的话，恁把它换掉。注意讲，其实因嘛受买途径，毋过大楼产权复杂，去年后台盐特别收回。伫盐埕区寻求这款超过30年的大楼袂少，旧公寓嘛真济。经济统计，高雄市超过30年的老厝拢总有56万栋。议员批评市府对城中城这款危险老厝无管理，应该要全面清查。如果碍于现行的法令，就没有办法去做这些相关的这些法律的程序，然后公权力有效的去做协助的话呢，那么这样的一些未爆弹在高雄市还存在着多少老旧大楼都存在一样的问题，是没有办法获得解决的。在超过30年以上，属于这种没有管委会的这种住商混合大楼总共有34座，务必在3天内完成全面的体检。除了针对无管委会大楼体检，都发局表示，因即马会增加多间的监督站，协助住户改建老厝。记者陈家云、赖维做高雄报道。面对这场高雄有史以来死亡人数上界侪火灾，总统蔡英文除了指示要赶紧查清楚意外原因，总统、甲副总统赖清德，有行政院长苏贞昌、立法院长游锡堃，拢讲要捐1个月薪水，望会当帮助受灾户渡过难关。也就是国民党的主席朱立伦，今日嘛去高雄探视，提供受伤的民众一个人1万块的慰问金。高雄城中城火烧厝46人死亡，是高雄史上死亡人数上侪火烧厝。总统蔡英文15对高雄的大火来做出回应。伊在活动致辞一开始，对着造成严重伤亡的高雄大火事故表示感觉真艰苦，希望赶紧来调查这灾害原因。我相信所有人都跟我一样，非常的难过、不舍。现在许多伤患还在医院救治，不论伤者或是罹难者的需求。我已经请我们行政团队务必全力协助，也尽快厘清灾害的原因。事故的原因，警方我也特别要求现场要完整保留好，对责任要查究清楚。事故发生原因要彻查，伤者甲罹难者家属灾后支持也一定要做。蔡总统甲副总统赖清德，要行政院长苏贞昌、立法院长游锡堃，拢以个人的身份捐出1个月所得，希望协助这摆事件的受灾户共度难关。立法院在15开机进前是全体来默哀。火灾造成的人员伤亡，表达深切的慰问与哀悼之意。现在，请大家起立，一起默哀1分钟。国民党主席朱立伦也临时更改行程，到高雄来探视伤者。我觉得这是全民都希望他能够负责到底，也要究责到底。跟高雄市党部党团、跟高雄市议会党团、跟高雄市党部，我们先给每一位伤者1万块钱的慰问金。当然是让我们心情非常的沉重。如果有失职，该追究的就要追究，给全民一个交代。前总统马英九穿着黑色西装，在立法院前院长王金平陪同15下晡到城中城大楼前献花默哀致意。王金平是准备慰问金，希望伤者用早日好起来。记者综合报道。
城中城大楼是有店家甲徛家做伙的混合大楼，而且无管理委员会会当斗看前看后，有真大的安全问题。其实咱的国内目前尚无有9000栋亲像这款无管理委员会混合大楼，所以即马内政部就按算要修法，强制公务甲大楼都要成立管委会，减少空间排放所无人管的稳状危机的情形。12层楼高的城中城大楼，1楼是店面，7楼至11楼是徛家，其他的楼层拢是商场，有的已经排放真侪年。因为这栋大楼是伫民国70年进前起的，内政部讲无成立管理委员会，就目前的条例是无法度强制规范，也无法度翻头追究。为了互建筑物的公安管理较周知，未来嘛修法强制规定。在84年以前的这一些复合式的，也就是我们所谓的住商混合的大楼，产权复杂，那很可能它又超过一半。又不愿意，因为他没有在营业。如果成立管理委员会，他要付管理费，他又不愿意，那这个我们要立法来解决。城中城大楼即个半暝大火，凸显出旧大楼管理的问题，甲建筑物公共安全密切的关系。内政部按算修法，调解立委嘛交拢认同。如果可以尽快修法的话，那民进党的立院党团会很快把这个修正法案送到立法院来做修正。政府的公权力的这个部分一定还要再提高哦，这样子才有助于都市的更新。市高用讲，目前还是有18000户的住商混合大楼，无下用民国84年实施的公寓大楼管理条例。经过各县市积极辅导，成立管委会有9689栋，6都内底台南市效果上好，有69%成立管委会。因那台北市的辅导绩效无到40%，原因是因为大楼的数量伤济。因那管委会成立了后，住户的配合度嘛，真做是另外一个挑战。有的住户就会自己去买这个机油囤放门口放杂物的这些坏习惯，纸箱、鞋柜、纸箱也是易燃品。管委会挫折在哪里？常常执行的时候，住户不理他；当需要法律援助的时候，常常求助无门。嘛，同款是台北市辅导公寓大楼成立管理组织的计划主持人郭基祖，伊讲使用人本来就维护甲修理的义务。不过，政府对社区违规的行为处罚是伤过轻，所以效果才会无好。除了政府爱修法以外，民众自我提升安全的意识嘛，介重要。记者综合报道。去年台湾的党样争取要代理德国 BNT 疫苗，但是落尾无成功。即卖外界质疑讲，可能甲内线交易有关系。检调今日就去敲党样的总部，约谈总经理等26个人，发现讲有股票差关系，知影代理要破局，就提早袂调进行。台湾党样表示会配合检调调查，嘛强调公司的财务无受到影响。去年争取代理德国 BNT 疫苗失败的台湾东洋公司办公大楼内充满紧张的气氛，因为15早起检警大动作来搜查，查扣大笔资料。这家公司都跟其他的他们的总经理、副总经理相关的主管，还有相关的买卖涉嫌有内线买卖股票的人的住家，总共26个地方。专案是因为台湾东洋去年10月公开宣布有摕到德国 BNT 有条件授权书，一定会当采购3000万剂，有希望伫第一季交货。不过尾仔破局，所发生内线交易，引起各界关心。我们完全配合政府的政策需要，因为到底政府要采购多少，这是它的配置的问题啊。那但是我们是先争取到一个可以供应的最大额度。去年11月份，代理案破局，台湾东洋股票交易无正常。检调搜查发现，公司内部高层甲亲友真有可能牵涉到内线交易。15搜查台湾东洋总部，也甲基隆、双北、台中这涉案人大的所在，拢总26位，并约谈总经理施俊良等26个嫌疑人到案。专案依照违反证券交易法这个罪嫌侦办。检调发现，东洋宣布离岛了后，内部有人立刻买家己的股票，迄礼拜交易量增加5万张。股价为67块起到90块，听后知影破局，立刻卖出去，股价落登来到76块。台北市处在经过查证以后嘛，相关的我们查到的这个可能涉及到嫌疑的这些资料，就报给检察官去指挥侦办了。应该有4个月到半年之间了。我相信他们都会很严谨的来依照法律程序进行相关的搜证，后续的发展，法务部也会密切的注意。
随上检调侦办疫苗相关的争议案，包括着动用即件好亲像内线交易案，一甲高端股票无正常的案件，另外也有高层官员好亲像独立高端案，也甲动用代理破局，亲像官商交结案。对于互人所查，台湾动用是讲专业配合调查，依法提供必要的资料，也强调专案对公司的财务业务无影响。记者综合报道。今日国内新冠肺炎加4例带病入境，无本土报案，嘛无死亡的个案。这挂带病入境的病例当中，各加3例是染到Delta变种。目前咱国内拢总有171例Delta变种病例。另外，指挥中心表示，疫苗配合的资料登记唔对的医疗院所拢已经改好势啊。除了这挂食甲菜部分，今日嘛有一个好消息，迄就是日本宣布要阁送咱一个 AZ 疫苗。国内新冠本土疫情15拜5，搁再加0，已经连续第4天本土零确诊，也无死亡个案。不过，经过移入新增加4例，全部拢无症状，这也属有突破性的感染。序号1跟序号4都是分别接种过2剂的科兴的疫苗。那序号2是接种过2剂的莫德纳疫苗，序号3则是接种过1剂的嬌生的疫苗。另外，指挥中心也公布上新的境外移入病例基因定数的结果，又新增加3例Delta变异株的个案，总结过来总共验出171例Delta病毒。境外移入的病例虽然每天都还是有个案但是它的这个病毒量 CT 值都是属于病毒量偏低 ，CT 值偏高，整个国际上疫情处于一个相对趋缓的一个情形有关哦。特别注意的是，7月以来国内境外移入个案总计有510例，其中完整注射2剂疫苗了后，发生突破性感染的有145例，当中如果与注射 BNT 疫苗比例是相关的，有52例，占35%，搁再来是 AZ 有33例。不一定是跟这个厂牌本身的保护力直接相关，虽然有少数的突破性感染，不过占整个接种情形来看，应该大部分接种的民众还是会降低这个感染跟后续得到重症跟死亡的风险。除了最近陆续传出医疗院所误写这个疫苗的配合，指挥中心讲，除了台北市的中心诊所、康宁病院、新北市的老义工诊所也种情形，不过拢已经修正完毕啊，后续会来要求设置这个防呆机制。有一些防呆机制啦，或者说尽量用这个电子病历的方式那用这个 API 的方式跟我们借接那避免就是人工的部分有这个可能不小心批号误植。另外，注射疫苗了后，死亡通报一个新增加8例 ，AZ 加莫德纳各有4例，年龄是在54岁到85岁中间。另外，注射疫苗了后，心肌炎、心包膜炎个案的追踪有27位，包含 AZ 有8位，莫德纳有13位 ，BNT 有6位。另外 ，BNT 6位，年龄是在13到16岁中间，拢已经出院。记者综合报道。第11轮的新冠有风险今日开始做，透早就有真侪民众排队要注射。台北市府表示，未来规划诊所拢总做莫德纳，病院做 BNT，AZ 统一伫咧恢复园区做，而且嘛开放一寡暗时的时段，方便所有民众拢会当注射。手扭起来，手骨伸出来，民众在伫咧注射的所在，耐心咧等待医护人员来做 BNT 疫苗。这是台北市花圃经验馆，甲这时拢是满满的人来比较。15拜5注射民众明显有较少一点啊。我从一开始疫苗开始预约的时候，我就一直等到现在，因为我是第10类的，所以我等了很久。那好不容易这一次才开放。刚打完是有点酸，因为它推针比较快，人多嘛难免。那推完之后有点酸，压2分钟之后就比较好了。国内新冠疫苗第11轮第15早起开始做，官部甲咱予10月7日以前登记 BNT 疫苗，而且符合44岁以上民众来注射。了后宣布延长统计的意愿，登记时间到13，这是暗时搁再来加开。指挥中心3摆无预警来加开，除了注射的年龄层一直来向下开放，就连有药时间也延长。意愿登记的截止时间点也一变搁再变。引发外界质疑是想要在10月底达成头一剂注射率达到70%目标。对此，指挥中心也来做出回应。整个 BNT 的部分还有11.2万的这个名额还没额满。其实这些人大部分第10期跟第11期有符合预约资格，但他们可能都没有来这个预约所以我们就再加开一次让他们来预约。随着国内抢排疫苗陆续到货，北市府的调整注射的策略，第12期疫苗注射时阵，诊所全部做莫德纳第2剂，花圃的注射站做 AZ 第2剂，调剂小可较复杂点的 BNT 疫苗是予病院来做。
我们原则上让莫德纳的第2剂继续在诊所接种 ，AZ 的第2剂我们会在花博，我们就把所有医院以及门诊部的量能全部提供给 BNT。另外，2日起，花圃也开始有夜间的服务，增加暗时6点到9点这时段，予上班族也用来做。记者综合报道。桃园居所的山石场土石崩塌，致死过路的客停车司机。阮接问家属，即马就质疑讲，业者明明就已经防罚几落遍啊，错电即马已经出意外，还阁会当继续施工。桃园市长陈文灿今日去验乡的时阵，就强调讲一定会查到底。罹难者家属靠家强的分歧，因为一场公安的事故，夺走亲人的性命。就此因缘来分离，桃园市长陈文灿15早起到灵堂来烧香，家属跪伫涂骹，拜托市长爱主持这个公道斗3天。让我们非常的不能原谅业者的这个慰问，再多的道歉也换不回我哥的生命。一般人在路上上个班就走了，那怎么会有一个工作安全的危害做不好，衍生到公共安全做不好呢？因为桃园居山的山石场进前发生过崩落，土石冲破这铁片围篱，造成经过4地客停车司机当场来死亡。罹难者家属心中有真侪疑问，安怎嘛想袂通？为安怎上百栋的废土用放伫大路边？敢若用铁片挡伫遐，业者占用国有地，确实会使申请执照，而且过去侪摆防法也无停业。甚至事发了后，家属捌看到山石场委员继续来施工，市长陈文灿讲会好好来查清楚。那这一次的事情，我们停工之外，也把负责人这个以业务过失致死移送法办，这个是有刑责的，所以这部分我们会查得很清楚。陈文灿强调，市府已经组成联合稽查小组，后续会对所有违规的山石场应该罚的就罚，应该停工的就停工。另外，停工也是撤照，就是上强的手段，并且同步展开行政调查，检视过去20多年稽查的记录，彻查公务员是毋是涉有违法包庇这代志，调查清楚这个责任的归属。记者综合报道。昨本的五倍券拄开放使用1礼拜，所以已经逼出几落件用假券来买物件事件。新北树林就有一个负责人，总摕一张假1000块的五倍券去柑仔店买物件，互头家当场抓到。警方查落就发现讲，这个负责人翁婿的同事也用五倍券在买人。这个同事即马已经互送去地检署侦办。为监视器的画面，会当看到一个负责人骑奥多摆，伊分数早5倍券，准备要去柑仔店买物件，想袂到算小了后，店头才发现讲，伊摕5倍券竟然是假。但是对起来是颜色不一样嘛，差很多嘛。警方接到报案，调监视器比对特征了后，找到这个姓叶的负责人，伊主动甲手头4张5倍券交出来，而且讲这是因翁予伊的，伊唔知影这5倍券是假。迄若因翁到案了后，甲警察讲，伊是用4500的介绍，甲伊一个姓沈的同事买。落尾这个姓沈的查甫人到案了后，有承认讲是因为经济状况歹，才会想空，甲因老母领到的5倍券，摕去便利商店影印，想要变做2倍来用。我们在住家查获了剩余的8张的伪造的5倍券，我们依照伪造有价证券罪提送新北地检署侦办。纸本的5倍券伫册币开放使用了后，才会有收到纸本5倍券的业者，为15开始去金融机构换现金。开放的头一天换现金的流程也算顺利。民众就是拿5倍券来购买的意愿也是蒸日上，大联盟的一些运动赛事 ，MLB 的一些季后赛，所以我们一天平均大概收了2万块左右。这5倍券对你们来说有没有帮助到你的生意？多少有一点，对，还是有人会想要把5倍券，就是用在他一些消费性的那个商品。全国60家行库，大概6000多个据点来这个对领，只要填对领单就可以了所以做一些很多的简化，让这个业者呢能够更简单、更方便来对领。针对市面上传出有人用3倍券冒充5倍券消费的代志，财政部讲，银行的验证机拢会当辨识出是真是假，嘛提醒业者伫收5倍券的时阵，顶悬有防止伪造辨识的图，都要看好真。嘛会当用手摸5倍券顶悬有印立体，用手会当摸会出来印痕，抑阁有视种手感线，避免互骗去。记者综合报道。
国际上要紧做伙来关心。美国前总统克林顿因为泌尿系统感染，被紧急送去病院治疗。华府的国会参众报道指出讲，克林顿这边的病情可能是真严重，可能已经到引发败血症的程度。但是病院迄边是有出面简单解说讲，克林顿的精神状况真好，会继续住院观察。75岁克林顿这届就医的地点是加州大厦奥文校区医学中心。根据美国各大媒体掌握到的消息，克林顿互人诊断出有泌尿系统方面的感染，感染有扩大现象。病院方面是讲，经过抗细菌药物治疗，搁留院观察2天了后，克林顿白血球指数已经下降，当时精神状况良好。随上克林顿为总统任内到卸任了后，初期身体健康一直是医疗团队烦恼的问题，因为伊常常去食麦当劳这种速食店，长时间高热量饮食，互伊一直到卸任了后，拢有心血管方面的困扰。2004年迄个时阵，58岁克林顿都接受冠状动脉手术，过当年佫因为气胸大院开刀。2010年，克林顿因为胸部痛痛紧急送医，到尾也是装经才解决这个问题，显示心血管疾病这个问题更加严重。这个手术，克林顿伫医师的要求下进行减重大作战，袂使食肉，完全食素食。不过后来也是食鱼仔类这种水产品来吸收必须要的蛋白质。这届互人紧急送医，虽然病院的讲法是讲克林顿只不过是泌尿系统感染，食药了后白血球指数已经下降。不过华府的国会参众报是讲，克林顿这届病情其实相当严重，已经到败血症的程度。不过实际情况如何，也有待查清楚。公司新闻戚家人编译。美国食品药物管理局的专家顾问小组昨投票通过讲，建议高风险的族群要佮加注莫德纳的第3档来加强。不过第3档的药量只需要头2档的一半就好。另外，敢若做1档的胶性药标，敢有需要加强呢？因的专家小组今日嘛开会讨论。美国食品药物管理局的专家顾问小组14透过投票，建议当局互集会人，抑佮有高风险的族群注第3档莫德纳疫苗来加强保护力。We do have a unanimous 19 out of 19 yes votes, and that concludes the voting portion. 甲审核非随第3档的时阵同款，建议注射的对象是65岁以上的集会人，18岁至64岁的民众，重症高风险，抑佮有伫高风险的场所上班的族群。FDA 专家小组嘛建议讲，注过2档莫德纳疫苗了后的6个月，注第3档的剂量是52克。We chose the 50 microgram dose for the booster because we believe we should vaccinate with the lowest amount of antigen needed to induce an immune response. There is no question in my mind that the break of the curve now was due to the booster dose. There was nothing implemented at that time, at that period of time that got the curve to break. 伫北京8月份宣布大规模注新冠疫苗第3档了后，美国 CDC 13宣布目前已经有要900万人注射。美国总统拜登也阁强调讲，强制要求员工注疫苗的政策，互国内疫情有明显转好。Daily cases are down 47%. Hospitalizations are down 38% over the past 6 weeks. Over the past 2 weeks, most of the country has improved as well. Case rates are declining in 39 states, and hospital rates are declining in 38 states. We're down to 66 million, still an unacceptably high number. 即马疫苗注射率提悬，美国疫情已经开始有控制落来。以最近7天平均的数据来看，每一天确诊的人数是比前一礼拜降低12%，死亡人数降5%。虽然每一天也是有超过1250个人因为新冠病毒死亡，不过这些人大部分拢是还未注过疫苗的人。公司新闻电伟人编译。比利时顶世纪要殖民非洲国家刚果，迄当阵比利时的男性甲当地女性所生囡仔，拢互比利时的当局强带走，但是却无提供因好的生活。虽然比利时的总理捌公开回失礼，但是有5位70多岁受害者对比利时的政府提告，布鲁塞尔法院已经开始审理。
5个欧北埃诺克负责人对比利时政府提出危害人类罪民事诉讼，已经伫布鲁塞尔展开。因伫1945年至1950年中间，伫比利时殖民统治的港国出世。暗过2-3岁时阵，都互当局为妈妈的身边夺走，送去教会，也是专门收容机构，过着艰苦的生活。白人生病毋捌尽过任何责任。1960年港国独立，比利时当时将类似新生的囡仔拢带转去比利时安置。暗过凯撒神的因拢无带走，害因伫局势不安的当地受尽折磨。点前几60年后，因伫去年6月对比利时政府提出告诉，每一个人要讨5万欧元的赔偿。Avec l'espoir qu'on va les tuer, on ne va plus parler d'eux. Papa l'État nous avait arrachés pour nous faire souffrir. 比利时政府伫1908至1960年中间统治港国，有做种族隔离、经济剥削，也佫造成上万个港国卢安达、普隆蒂、欧贝埃诺克的囡仔，讲这是见效儿童严格隔离，确保因袂甲比利时有任何牵连，维持国家纯白人血统。比利时政府2019年要为这件代志正式回释的。Au nom du gouvernement fédéral belge, je présente mes excuses aux métis issus de la colonisation belge et à leurs familles pour les injustices et les souffrances qu'ils ont subies. 现年已经70多岁，5个原告认为讲这也无够，强调上界重要就是政府必须都要承认，迄个时阵所犯的危害人类罪，为几落千个阿伊诺克的囡仔因的苦难负起责任。因的律师也讲，5个当事人互人绑票虐待、疏忽、赶搬耍，是一个无互人承认国家的罪行上好的证据。惊讲后界都无人会当作证。比利时法院预定6礼拜内做出判决。公司新闻施会中编译。今是世界纪录，最近认证一位全世界上悬的查某人，是一位土耳其的女性盖尔吉，伊的身高有215公分。其实伊的大脚遮尔悬，是因为着一款罕见的疾病，生活嘛是真无方便。伊毋望利用这边得到认证的机会，会当互全世界拢注重罕见疾病的困境。坐伫轮椅，盖尔吉伫妈妈甲助步器帮助下，对轮椅顶面徛起来。今年24岁，盖尔吉是土耳其人，自细汉就得到罕见的疾病——火综合症。身高比别人悬真多，也因此受到骨头无正常的病痛，无法度徛着行路伤久，必须要长期坐伫轮椅顶面，也是以助步器徛起来。2014年，伊就得到金氏世界纪录认证，成做当时世界上上悬的少女。Since 2014, I used my title for advocacy reasons, and I am very happy that I can help raise awareness, especially for Beaver syndrome, and also scoliosis, which are the diseases I was born with. 火综合症是种真少看遗传的疾病，会影响身悬、智力、面部特征，并且造成关节长久以及弯起来疾病。得到种疾病的患者，身悬往往比正常人悬出真多，砖头也弯起来情形，是种基因序列变化疾病。最近因为带着上悬的女子姚德芬过身了后，盖尔吉搁再以215公分的身悬，成做金氏世界纪录认证的上悬成年的女性。I feel very proud to receive this new record title as the tallest living woman, and especially for being 2 times world record holder now. 除了全球上悬的女性以外，也有全球身悬上悬的男性科森，也相关是土耳其的人。伊在2018年身悬就251公分，相关是土耳其的人，伊个拢摕到金氏世界纪录身悬上悬纪录的盖尔吉，就真希望讲有一天会使甲科森来见面。公司新闻，但是当编译。来关心国内消息，高雄城中城火灾夺走46条人命。甲城中城同款形式的建筑，其实台北市嘛有真济，有124栋。台北市长郭文哲今日下晡就去视察私人国体的消防装备，伊强调讲台北市的规范是比中央更加严格。另外，内政部有点名台北市，讲因辅导公务大楼成立管委会进度上过慢。郭文哲就回应讲，由中央立法强制规定，爱设管委会安尼较贵气。
台北市长郭文德去台北市西联国民主体1楼的商场视察消防安全设备，因为高雄城中城大楼以外标出复合式旧大楼稳重公安的问题。郭文德是唔解大意，伊讲像这种旧大楼，伫台北市拢总有124栋。属于这一类复合型的大概124栋，旧的的确是有一些没有设管委会，我们有专案的辅导，一直在设这个管委会。西联国民主体已经39年啊，是住商混合大楼，1楼是商场，除了卖电子产品，嘛有咧卖食的。伫内底卖便当的头家杨万叹讲，高雄城中城大楼的事件了后，伊认为1楼的西联市场应该刷位。台北市府应该嘛有提起，不过因为疫情爆发，怎也未处理一直到大。我们1楼跟地下室的逃生是不是问题？重建的话那还是比较好，因为楼上都是低收入户。西联国民主体5楼至16楼是拢租人。内底住户大部分是中价收入户，或者是弱势族群。英国接发生自杀或者是跳楼的案件。大楼的管委会伫咧深井埕甲外口墙，拢有装防护网，防止意外发生。不过大楼敢若有2个逃生梯，断了走廊的设计，便若发生火灾，对坐回行动无方便的人来讲，要走出来是真困难。另外大楼1楼嘛无管理员，人来去要管理是无简单。年轻人从三重还是哪里来，想不开就坐在上面。那一次开始，我们里长就帮我们争取，他从5楼开始就有架一个这个防护网。毋但台北市府批评真严，台南市政府15早起伫安平区世华大楼做大火抢救的演练。另外，云林县府嘛针对斗六市双主城住商混合大楼做消防安全联合抽检。那如果有一些集合式的住宅，有一些荒废的部分，里面堆积杂物，我们要对那个住宅的所有权人。来加以约束。是检视到目前有检视的42栋，那其中有12栋，我们还在要求整个消防设备的一个改善当中。内政部指出，全国有18000户无下用公寓大楼管理条例，要安怎增加大楼设立管委会？郭文德建议讲，若要辅导，不如就直接修法，尤其是像这种旧大楼建筑物，建议爱强制设立管委会。记者综合报道。接落来看桃园，桃园中立的财新大楼已经42年啊，因为所有权人这产权复杂，一直无法度途径，地主就真烦恼讲会发生火灾意外。火火分甲乌索索的外墙，外观看起来真稀微。伫桃园市中立区已经有42年的财新大楼，捌发生过小火灾。伊较早是中立火车站前正闹热的商场，有电影院百货，楼尾顶阁有下顿西餐厅。现在是旅馆啊，4家，复杂，很复杂哦。他不是说要都更要改建？还没有，还早了。住在这里会担心吗？会。太多产权人了，然后他们那时候意愿也不高，是因为还没有想要进行吧。只是就是说未来的话状况，还是希望能都更，因为毕竟这边已经这么旧的大楼了。即马这个财新大楼甲高雄城中城同款，因为产权复杂，地主真济，一直无法度途径。建筑物甲设施大部分拢远去，抑阁囤一寡物件。地主是烦恼有公安的疑虑，希望市政府会当赶紧途径，避免城中城大火伫中立定演。最困难的地方还是在取得那个联署人数方面，很快进行得到这个配合的话，再经过政府的这个协助配合的话，很快就可以达到一些改善。高雄一场火灾烧出全台湾楼宇大楼安全的记录，桃园市消防局也已经初步清查类似的住商大楼，拢总40位，以桃园区22位，中立区有11位上济。预定2礼拜内要完成消防安检工作，安检若是无合格，就限期改善；复杂阁无过，就要处分。记者综合报道。高雄城中城大楼的火灾显示出老人住老厝的情形，因为有真侪厝头家无愿意甲厝细互老大人，所以一寡时代就干来当说一寡可能有济安全危机的旧公寓。伫咧涂骹已经放真久的便当盒，还佫有粪扫，是顶甲满世界。电风电管的垃圾啊，嘛卡规沿高嘟嘟。电线乌白坎内底规个是烟烟火火。台北市三重埔伫咧正义南北路交界的住商混合大楼，人讲是3重29街。这栋大楼已经超过40年，内底是暗扫扫淡个湿，无张电还佫翕着鸟鼠。鸟7千多块，啊，拄好厝税钱。咱讲甲鸟鼠偌济咧，变较好。看1.8平房间，租金一个月5000至7000。外口的厝主袂说互人，对纳袂起贵松松厝租的独居老人，甲身障人士来讲，这就是因会当夜风美好的所在。
安全啦，环境是无好啦。是无好啊。咱这离落啊哪好？想过要搬出去。无啦，外口厝做啊贵，无想要搬啦。外口早6、7千块起跳啦，做袂起。高雄城中城大楼的火下，标出全台湾侪伙人住伫旧厝的危机。崔妈妈基金会捌调查，有9成的厝主无愿意甲厝说服老大人。3栋29间大楼就算发生过火下，更紧嘛看现现。不过这住户长久以来也是住伫遮。这不是只有三重的问题，而是全世界的问题。因为老年人所有几乎都是单身，所以很多屋主也变成怕他的房子以后租给了他以后会变成凶宅。新北市要启动专案，甲6楼的违建、甲1楼、2楼，较会导火柴房仔价经拆掉。不过，若是要完整伫大楼内底安消防设备，评估这费用就要超过300万，而且佫需要3款人家己出钱。全台湾还佫有偌济像这种济社会弱势族群伫大旧大楼咧。这大楼毋但有消防的风险，安全问题更加是爱受到关注的。记者综合报道。国防部编1.69亿研发一款外筋骨动力装，会当搬大药、操作重武器、伤患救助等等，而且伊的重量只有10公斤，咱做回来看卖。唔免真用力，官兵轻松将弹药箱搬起来，就连重型武器2个人都会当处理。这是因为官兵穿野战型外骨架，增加排弹能力。国防部为2020年至2023年编列1.69亿研制外骨架动力服，交由中科院条件测试。则是2021台湾创新技术博览会头一遍展出，引起关心。Gen 1N is a light, energy-saving powered exoskeleton with hot swappable battery, which supports missions with regards to ammunition handling, weapon operation, injured lifting, elderly care, and so on. 一套那亲像台湾版更气人的野战型外骨架，模仿美军研发原型机的影片，采用无排弹、无顶机身的设计，总重量较无10公斤，转力是45吨米以上，平均能耗是较无300瓦。配备会当载电脑，会当分析穿的人伊的想法，像讲要去要走，寒冻的物件，这个姿势可以辅助，佫会当协助弹药搬运，也甲伤患的救助。还要突破的几个重点，包括第一个就是它的电脑演算法，因为它等于是个穿戴式的机器人，它必须要从战士肢体上一些细微动作的变化，它就能够马上去回应到，这个战士可能接下来要做什么动作。恶劣地形状况之下，它的如何确保它的运作的正常。学者表示，中科院的航太技术成功予野战型外骨架达成轻量化，也建议国防部应该安排更侪人力协助测试，收集大数据，予演算法更较好。因为战场变化真侪，官兵必须要面对极端气候恶劣的环境，透过野战型外骨架，予官兵发挥强大战力。记者综合报道。去年9月，伫中华查到一间喙暗的制造商，伊无摕到医疗用喙暗的许可证，就用防营野的喙暗假做是医疗用的咧卖。当初有查到70万片的喙暗，即马是照规定公开卖予民众，一克也敢若卖20块。一箱阁是箱的喙暗贴甲敢若山共款。去年新冠疫情真严重，中华地检署查到做喙暗的工厂换台公司，委托无领有许可证的工厂制作防尘的喙暗，再阁假冒正做医疗的喙暗，经由要求的通路对外卖予民众来趁钱。经过清查，至少制造卖出上百万片的喙暗。当时他并没有取得制造医疗用许可的这个口罩来进行制造口罩，然后把他所制造的口罩呢，然后以医疗用的口罩方式再流入市面贩卖，因此被彰化地检署会同检调，一同查获。两间公司的负责人因为触犯药事法，分别被以50万块甲100万块来交保，并且查扣制作喙暗的机器4台，也佫被员工卖出去的喙暗将近70万个。彰化地检署在这个案子在今年5月间就嘱托本分署呢进行变卖程序。那么他当初查获的一共有4台口罩机，还有70万片的这个还没有销售的口罩，他没有得到卫福部的许可，所以呢，我们只能够用非医疗用的防尘性的口罩来进行拍卖。专案即阵依然由中华地检署依照药事法这罪嫌扩大来侦办，另外所查扣4台喙暗的制造机已经公开来拍卖，70万片查扣喙暗会由行政执行署中华分署以每一盒20块公开来卖出去。记者综合报道。
国内疫情稳定，台北市教育局就宣布讲，对10月18开始放令社区大学订定这款学习机构的防疫规定。但是有社区大学就指出，有不少地方政府规定讲，学生爱注过疫苗，也是定期快筛才会当上课，所以学生的数量是减真多。有的社区大学可能已经减6成。挂水暗同齐合唱，北投社大合唱团伫疫情转好了后，恢复实体上课。还是到实体上课来，才能够真正学到我们合唱的那种和声、那种快乐和谐的那种感觉。介意甲大家做伙面对面合声练习，毋过甲春季班比起来，原本20外人，秋季班剩10外人，有人也敢来当伫线顶练唱。原来是台北市规定，社大学员必须要注疫苗，还是自费定期快筛才当上课。像有些学员他可能没有打疫苗，又不愿意快筛，他就不愿意来上课。那其实对我们学员来说，他们不愿意来，那就会退课，我们都让他全额退费。社大讲师甲工作者嘛，都爱注疫苗，还是快筛才当上课。不过9月开学，也是有老师无符合一当上课的条件。然后3礼拜开课，也是有几节课无法度实体，也无法度转线顶，只好停课。春季班开200外种，秋季班大概100外种，学员为3700外人，大概2000外人，学校捌发起自救活动。我们社区大学有发起，就是说有一些优惠哈，就是回捐给学校，让学校可以继续走下去。社大专测会统计，全台湾无论是倒一种区域形态的社大，招生拢减少至少2成至3成。外靠中小校园甲社区活动中心来做办学空间的社大，冲击上明显，减少6成至8成。因为社大营运主要也是爱外靠学员的学费，准讲疫情转好，考验也搁直直。记者综合报道。人讲创新爱有传统的底子，才通开枝散叶。为着让歌戏有新的生命，长美云歌戏团用要4年的时间，用电影手路加入节歌舞的元素，打造歌戏的戏剧名播客栈。这礼拜日的暗时8点，就要伫公司台语台放送。我要为你设装点面前，咧明界牛山票甲祝英台延续因凄美挂心做的爱情，少年演员施以南甲李晨娜头摆伫咧电视顶搬歌戏，就搬了正出局。来哦，大家进来啉汤哦，汤要去投胎转世哦。歌戏国宝王金英甲小咪老师演名播，伫咧这次名播客栈以歌戏为主体，打造新形态歌舞情景的戏剧，是改编对长美云歌戏团2018年同名的舞台剧作品，表达人总是伫咧失去了后，才在珍惜，希望会当加做台语音乐剧的起头。吼，少年人会当因为这出戏来进入歌戏的世界，歌戏毋是因印象当中敢若陪阿公阿嬷看迄种的尔。咱台语，咱语言是足水的，歌嘛足好听的，所以我会想讲，咱名播客栈会当互大家看到一个台湾戏剧的可能性。用得要4年的时间制作，剧组的阵容不哩大，有歌戏的国宝、演艺界济前辈，也有金曲歌王柯富凯。其实本言甲俺平常时讲的台语是完全无共款的。有时啊，感谢我妈妈也当教我呢练台语。希望年轻人可以跟上我们的脚步，然后融入我们的世界。我觉得这是一个创新的歌仔戏。名播客栈10月17拜日，伫咧公司台语台暗时8点首播，招观众朋友斗阵透过音播听台语，看歌戏安怎伫咧传统的底子开枝散叶，行出新出路。记者民警总派文在个报道。新德县南山社区的居民，这几天甲新德在地艺术家做伙创作环境艺术。因过毋捌画过图的社区时代，即阵透过家己的艺术创作，表现地方特殊的故事。社区时代透过画图笔画出心目中的家乡，搁找老师来上课，互家己更加明白故乡。新德县这几天推动社区生活艺术定景的计划，希望地方民众毋但对家乡有认同感，嘛展现出地方特色。
我对这个画画是没有经验的，因为我涂色涂的不大很好看，也是刚学习而已。他们从来也不曾有画过图，有垂染啊，他们也不曾有垂过染，所以他们都很高兴，很乐意来上这个课。来参加活动的社区是大人，对课程拢感觉真趣味，嘛真欢喜，会使保存家己的艺术创作，透过记录在地生活故事，后代子孙看会到。推动艺术就是生活，生活就是艺术，这样子的一个概念，让艺术呢能够融入在我们居民的生活当中。未来社区嘛有规划导览活动，带有兴趣的民众直接行入去社区了解在地故事。记者陈君和新竹报道。在文水口边的嘉义县大埔乡，除了有优美的环境会当发展观光，大埔乡的和平村嘛利用大水槽来制作白林，想被少人来这参观学习。小提琴来试声音，边仔阁有社区的民众当咧无用制琴。嘉义县大埔乡的游客中心，逐礼拜拢固定有制作小提琴的免费课程通学。社区的时段，毋但会晓抓笛头，阁会晓做小提琴。做就互伊扭啊，安尼看孙仔甲人扭是毋是才有成就感？讲我嘛会晓做琴。这是拢规地来学的，上面最厚的地方只有到3.1厘米。3.1厘米的是0.31公分，背板最厚的部分只有0.42公分。大埔乡民目前主要的收入拢是挖靠站文水库的观光，乡公所嘛配合水库的自然环境推出各种行程。和平村长表示，因毋但制琴，嘛成立客家团，希望配合水库的风景，打造自然甲艺术的在地特色。学习来做提琴，不管是小提琴还是大提琴。这个部分，阮是未来要成立一个博物馆，因成为咱一个在地的博物馆，好，尤其来这个所在，就是讲，其实咱这个所在其实伊嘛，真有一个深度啦，社区除了利用大水槽来制琴，嘛捌用骨竹啊、生砂棒等等的材料，而且有的人搁会伫金星做艺术创作。制琴的老师讲，和平村的小提琴毋但帮助推展观光，嘛替这个偏乡的社区创造在地的艺术工业。记者林慧婷嘉义报道。天气报你知，明仔载顶部各地是侪云到好天。不过入秋以来头一波冷空气，明仔载暗头啊就会开始影响台湾。北台湾的高温可能会对30外度降到20度以下。北部甲东北部地区会落雨，中南部地区是侪云的天气。明仔载天气是安怎？咱来看各地头的详细资料。北部地区是25度到33度，中部地区24度到33度，南部地区24度到33度，东部地区23度到31度。外岛地区22度到34度。做伙来关心未来3天的天气。感谢您收看今日的 AM 新闻，我是苏比，晚安，再会。